要走去参选2024年总统的郭台铭，今日宣布邀请艺人罗培霞来做伊副手。郭台铭懊恼罗培霞是万中选一的人选，罗培霞是强调会用沟通协调专长协助在野整合。民众党的郭文哲也认同罗培霞是袂歹的人选，也讲家己的副手当在走找当中。 连续出现表态独立参选2024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邀请马伫大桥金山基金造龙者中扮演总统当选人的罗培霞担任竞选副手。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包袱，我们深知民间需求，我们渴望为民服务，我们将组成最强组合。你已经不是鸿海的董事长。 请你先跟以前的那些竞争对手喝喝咖啡。身为副手，我的任务就是落地他整合在野的心愿。罗培霞致辞是5摆后，伫表示感觉台湾经济政策不振，才决定出任。也毋过也强调会协助郭台铭促成在野整合，两个人会得期，佮到中选会登记。也毋过罗培霞有台湾美国双重国籍，今是会放弃美国籍，伊透过经纪人表示，会联络律师协助，量早安排进行相关程序。赶快属意找女性副手的民众党参选人郭文哲，表示人选有望的定顺。 赖佩霞是一个资深演员的，这几年也做一些公益事业的，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呢。进度应该在 ongoing 了，进行中。记者综合报道。